2026少馬運程太歲當頭坐，必須化解。大家好，我係開運師姐。屬馬嘅人士，今年犯太歲，是非多，煩惱爆，更要特別小心健康。好在有暗貴，得貴人暗助，財帛先破得得，只要穩住工作就有轉機。財運方面，有出有入，突發開支增多。喺年初適宜買黃金或者貴重物品應劫，先至能夠聚財。遠離賭博，唔好炒股炒幣。事業方面，唔好爭功，唔好跳槽，低調做人。工作方面，減少好多麻煩，老闆會針對自己，只要忍一時之氣，自然海闊天空。感情方面，桃花運好弱，有伴侶要多啲陪伴，伴侶自然少抱怨。單身人士交異性對象，感情非常反覆。健康小心刀具會割傷，少飲冰凍飲品會影響泌尿系統。每日飲夠水，多食蔬果。開運必做年初拜太歲，戴旭陽紅繩化太歲，正南方放六帝錢。太歲牌化解滯運衰運。